阿塞拜疆係位於東歐同西亞嘅十字路口，東臨裏海，南接伊朗，西邊咧就同亞美尼亞、土耳其同埋格魯吉亞為鄰，北邊咧就係俄羅斯啦。喺地理位置而言咧，佢係大部分屬於亞洲，小部分係屬於歐洲。喺阿塞拜疆嘅首都巴庫第一日所參觀嘅景點就係喺2012年正式開放嘅阿列耶夫文化中心。中心包括一個博物館、圖書館同埋會議中心。佢係由一位著名嘅女建築師所設計，靈感就源自伊斯蘭傳統建築嘅無縫連結概念，透過梯田式廣場去化解場地高差，減少工程量。佢嘅流動嘅曲線形態都相當前衛。睇落去咧係有少少超現實嘅感覺，可惜喺呢度我哋只係逗留咗半個鐘頭，所以冇機會入去裏邊慢慢欣賞。阿塞拜疆係喺1920年成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亦都係第一個有歌劇同埋戲劇院嘅現代大學嘅穆斯林國家。佢喺蘇聯解體之前嘅1991年8月30日就宣布獨立。巴庫咧就係裏海沿岸最大嘅城市，融合咗古老絲路遺產同現代建築美學，整個城市都非常乾淨。由文化中心開始一路開到我哋下一個景點，會經過市中心大部分嘅地標。同其他穆斯林國家唔同嘅地方就係呢度並不常見回教寺。阿塞拜疆喺石油同埋天然氣方面咧資源豐富，所以咧係成為佢哋國民經濟嘅支柱。據講，油氣行業工資係高於全國平均工資達5倍。遠離市區之後就會睇到周圍都係一啲比較細嘅油井。雖然係產油國，但係佢嘅人均工資咧又唔算太高，大概都係5000蚊港紙左右。不過國民嘅醫療同埋教育咧普遍都係免費嘅，而且仲有不少嘅社會福利。越遠離市中心，發覺周圍環境越來越荒蕪，植物稀疏，原因係藏喺下邊嘅油氣會嚴重影響植物嘅生長。呢啲都係阿塞拜疆典型嘅地貌。車行70公里到達哥布斯坦，去參觀奇特景觀迷你黎火山。首先會經過佢哋一個展覽館，不過大家都好似對呢度冇好大嘅興趣，望兩望就出咗外邊睇真真正正嘅黎火山。阿塞拜疆擁有世界上最多嘅活黎火山，大概有400座，佔咗全世界總數嘅一半。大部分嘅黎火山形成咧都係同天然氣有關嘅，例如阿塞拜疆啦、台灣高雄啦、新疆嘅烏蘇等地。陸上黎火山嘅形成需要具備4個基本條件：第一就係要有泥岩地層；第二有足夠嘅地下水源；第三就要有高壓流體或者天然氣嘅庫存；最後佢係需要喺地層有縫隙，足以提供流通管道。由於呢啲條件係缺一不可，咁所以咧黎火山嘅數量咧係比較稀少嘅。但係喺哥布斯坦咧，黎火山就周圍都見得到。而呢度開放俾遊客參觀嘅咧，都係一啲迷你黎火山。咁火山爆發嘅原理同埋佢嘅形態同黎火山係完全唔同嘅。基於之前提過嘅4大條件之下，黎火山爆發咧就係喺壓縮嘅氣態碳氫化合物喺高壓底下強行衝到地表時形成，導致泥漿不斷翻騰起泡。
咁呢度除咗有泥火山俾大家參觀之外呢，仲附設有一間博物館，裏邊收藏咗唔同動物嘅骨骼標本。離開咗泥火山景區，我哋就開車去附近另外一邊都係屬於哥布斯坦國家公園嘅岩石藝術文化景區。信不信由你，佢哋話呢度有超過60萬件5000到2萬年嘅岩畫，分佈喺一片荒漠地區，橫空突起嘅岩石高原唔同嘅山丘上邊，場內設有木棧道，方便遊客參觀。隨着歲月無盡愛念藏在心裏，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為咗方便大家，佢哋都有一啲指示牌話俾大家聽，嗰啲岩畫係畫緊啲乜嘢。最常見就係史前人類啊、動物啊、舞蹈啊、駱駝商隊、太陽、星星或者一啲戰士等等。遙望盼望能像清風陪伴他飄去，讓孤單的臂彎一再抱緊你，回望往日如無似夢，無奈的輕嘆，是他的歡笑聲，風似輕吹過，讓雨點輕輕的灑過。整個景區最多人參觀嘅地方呢，就係呢一個岩洞啦，因為裏邊呢保存得最多嘅岩畫。以天空叫喚你，每天多麼的需要，永遠與你抱擁着。撇除咗岩畫呢個元素，呢個岩石公園呢，亦都幾值得大家去參觀嘅。縱使分開多麼遠，也會聽到你呼喚，期待我這一生再會你。參觀完哥布斯坦國家公園2個景點之後，我哋就沿路翻出市區，睇到嘅景觀同嚟嘅時候都係差唔多，不過呢都係唔能夠好好咁去影翻一幅靚相。好彩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呢，就係去高台公園嗰度呢，可以俯瞰巴庫市區同裏海嘅全景觀。咁公園呢就有幾個入口，我哋就從火焰塔嗰邊入去參觀。而火焰塔呢3座火焰形嘅玻璃帷幕建築呢，亦都係巴庫嘅現代地標。多麼的需要。居高臨下嘅高台公園呢，係欣賞巴庫市全景最佳嘅地點，標誌性嘅建築物，任睇任影，而且仲係免費。縱使分開多麼遠，也會聽到你呼喚。欣賞完巴庫市同裏海嘅風貌，我哋繼續下一個行程，就係去老城區。入咗去裏邊，第一個參觀嘅地方就係一間迷你圖書館。迷你係指啲書，唔係指間圖書館，因為呢度裏邊所收藏嘅書全部都係好細本嘅，而呢啲書都係由唔同國家所捐贈，分門別類。譬如就有啲文學作品啊、字典啊、聖經啊，甚至係中國嘅毛語錄。巴庫嘅老城區
咧有2個地方係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其中之一就係希爾梵宮。咁但係希爾梵宮咧，聽講裏邊咧係好細，亦都冇咩好睇，所以就冇花錢入去參觀啦。咁另外一笪地方咧就係少女塔，由皇宮行去少女塔大概都需要10分鐘以上，可以漫步其中，細心品味一下呢個被高樓大廈所包圍嘅老城。呢座就係少女塔啦。少女塔就係巴庫嘅地標性建築，亦都係阿塞拜疆嘅國家象徵之一。亦都因為咁樣咧，佢係被印喺阿塞拜疆嘅紙幣同埋官方嘅信札上邊。參觀完少女塔，我哋就留返喺老城區步行街慢慢散步，順便就揾間餐廳食晚餐。